我係麥敏健，之前喺基督教勵人會一口氣報讀咗4個 ERP 課程，包括咗有商業攝影、網上創業、短片剪接同埋英文嘅。我選擇咗咁樣進修，係因為喺疫情期間，我都遇到一啲嘅困難。我唔想俾自己停落嚟，為咗走更遠嘅路，我就開始咗商業攝影助理證書課程嘅第一步，讓自己溫故知新。咁但係原來讀咗呢個商業攝影助理課程之後呢，先發覺原來導師呢係俾咗一啲好新嘅知識俾我哋啦。咁所以我就好俾心機咁學習，亦都咁樣就讓我繼續進步，獲得好嘅成績。咁我得到基督教勵人會提名咗我參加呢個 ERP 傑出學員選舉。咁我好榮幸獲得呢個獎項，鼓勵咗我繼續向前，用我嘅鏡頭傳達更加多嘅正能量。我依家喺共享空間裏邊工作啦，咁我主要去負責活動策劃啦，同埋跟進客人嘅需要嘅。咁我亦都將我哋嘅學到嘅新知識咧運用喺我嘅工作裏邊啦。咁例如譬如有啲客人需要用到我哋嘅場地嘅時候，咁我會幫佢哋影相或者拍片啦。咁同埋公司嘅網站我都定時幫佢拍片同埋影相 update 翻新嘅資訊落去嘅。我哋係紫荊創新科技中心，係一個商業服務嘅平台 （Business Service Platform），主要咧係為中小企咧提供一站式嘅專業服務。咁老實講，一開始我哋見到阿媽嘅年紀咧，我哋都有少少擔憂佢即係唔係咁適應我哋咁年輕嘅環境同埋工作嘅方式。然後你發現咧，其實培訓咗阿媽之後咧，佢其實都好開放嘅態度，好願意學多啲新嘅嘢。咁佢好快都融入咗我哋呢個年輕人嘅工作團隊。我哋同阿媽合作完之後呢，我發覺咧阿媽其實仲有好多好優秀嘅一啲嘅技能，係啦。咁例如佢嘅銷售嘅技能啦，咁未來呢，我會充分咁同佢再傾一傾，我哋一齊合作呢，去出外出去作一啲業務嘅拓展。咁我亦都好多謝老闆俾個咁嘅機會我啦，讓我喺度可以發揮我以前拍片、影相同埋剪片呢方面技能嘅。咁喺度我除咗要面對呢個好多唔同嘅客人啦，又要幫佢哋籌劃活動啦，去場地管理啦，亦都俾咗好多唔同嘅意見俾老闆，讓我可以喺度發揮我嘅自己嘅專業同埋所長嘅。咁喺未來日子裏邊呢，我都希望可以繼續去履行呢個終身學習呢個精神嘅。咁希望大家都同我一齊繼續努力，一齊進步。